每天晚上你在脸上敷优格面膜，觉得自己正在养护肌肤，但如果方法错了，你正在让你的皮肤老化速度加快5倍。我是一位从业30多年的皮肤科医师，这些年来，我见过太多人因为使用天然材料的方式不当而导致皮肤发炎。根据台湾皮肤科学会的研究数据，80%使用天然保养品的人因为错误的方法引发皮肤炎症反应，这个数字让我非常震惊。很多人以为天然就等于安全，但事实上，如果你不了解皮肤屏障的运作原理，不知道发酵物质如何与肌肤互动，那么你每一次的善意呵护，都可能在无形中破坏肌肤最重要的防护墙。想象一下，你的皮肤每天都要面对紫外线、空气污染、温度变化。如果它的保护屏障已经受损，这些外在刺激会直接穿透进入深层，引发色素沉淀、发炎反应，甚至加速胶原蛋白流失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越保养，皮肤越糟糕的真正原因。如果你不把今天的内容听完，你可能正在每天无意识地破坏自己辛苦建立的肌肤防御系统。你以为在保养，实际上在伤害。今天我要分享3个经过医学验证、真正有效的优格面膜配方。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其他配方会产生反效果，以及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天然材料来重建你的肌肤屏障。这不是网络上随便流传的偏方，而是基于皮肤科学原理，经过临床观察证实有效的方法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现在是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的，台北、台中、高雄还是其他城市。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任何疑问，也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来，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健康保养的重要资讯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就打数字0。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张女士55岁，住在台中北屯区，她是我的病人，也是促使我决定拍这支影片的原因。那天早上，她走进诊间的时候，神情有些黯淡。我注意到她的手一直不自觉地摸着脸颊。坐下后，她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林医师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照镜子变成一件让我难过的事。”她告诉我，每天早上洗完脸，站在浴室镜子前，她都会看到那些越来越明显的细纹，逐渐暗淡的肤色。她说她现在很不喜欢拍照，即使是家庭聚会，她也会尽量站在后面，或者找理由不入镜。我女儿要结婚了，我应该要很开心，但每次想到要拍全家福，我就觉得很焦虑。我不想在照片里看起来像个老太太，她的眼眶有点红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有很深的感触。过去30年的行医经验，让我遇到太多像张女士这样的女性。她们勤劳，照顾家人，努力工作，把最好的都给了别人，却忘了好好照顾自己。当她们终于有时间关注自己的时候，却发现岁月已经在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张女士继续说：“我也有在保养，我每天早晚都会用乳液，也会敷面膜，可是皮肤还是越来越浅，摸起来粗粗的，看起来暗暗的。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”我让她做近1点，用专业的仪器检查她的皮肤，结果显示她的皮肤屏障功能已经严重受损。角质层的含水量只有正常标准的60%，经皮水分散失率异常升高。张女士，我温和地说，不是你老得特别快，而是你的皮肤保护屏障变弱了，就像一道墙。当水泥开始剥落，外面的风雨就会直接吹进来。她听了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其实，在台湾
有非常多像张女士这样的中年女性，她们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开始的：早上6点起床，为家人准备早餐，豆浆、馒头、蛋饼，简单但充满爱意。送孩子出门后，匆匆整理一下自己，赶去上班。中午随便吃个便当，下午继续工作，晚上回家还要煮饭、打扫。等到终于可以躺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11点。在这样的生活节奏里，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自己的皮肤需要什么。张女士走出诊间的时候，我给了她一些建议。1个月后，她回诊的时候，整个人的气色明显不同了。她脸上带住笑容，兴奋地告诉我：林医师，我照你说的做，皮肤真的变好了。现在我照镜子，不会再叹气了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做对了，我决定要把这个方法分享给更多人。现在，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们什么是皮肤屏障，以及为什么它这么重要。想象你的皮肤是一道砖墙，每一块砖头代表一个角质细胞，而把这些砖头粘合在一起的水泥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胞间脂质。这些脂质包括神经酰胺、胆固醇、游离脂肪酸，它们就像水泥一样，填补砖头之间的缝隙，形成一道紧密的防护层。当这一道墙完整无缺的时候，外面的灰尘、细菌、污染物都进不来，里面的水分也不会流失，你的皮肤看起来光滑、有弹性，散发自然的光泽。但是，当水泥开始崩裂、剥落，会发生什么事？首先，水分会快速流失，就像一个裂了缝的水桶，你再怎么往里面倒水，它都会从缝隙漏出去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每天都擦乳液，皮肤还是越来越浅的原因。不是你的保湿产品不够好，而是你的皮肤墙壁有裂缝，根本锁不住水分。当皮肤失去水分，它会变得乾燥、粗糙、暗淡无光。你摸脸的时候，会感觉皮肤紧绷、不舒服，甚至会出现脱皮的现象，这是第一个后果。第二个后果更严重，当屏障破损，外界的污染物、过敏原、细菌就会长驱直入，直接接触到皮肤深层的活细胞，这会引发免疫系统的警报，导致发炎反应。你的皮肤会变得敏感、泛红、容易过敏，原本可以用的保养品，现在一擦就刺痛。更糟糕的是，长期的微发炎会刺激黑色素细胞过度活跃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出现色斑、暗沉、肤色不均的问题。不是因为你晒太多太阳，而是因为皮肤屏障受损，引发了慢性发炎反应。第三个后果是皮肤的自我保护机制会启动，当皮肤感受到外在威胁，它会试图增厚角质层来加强防御，但这种增厚并不是健康的，而是一种代偿性的反应。结果就是你的皮肤变得粗糙、暗沉、毛孔粗大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。根据国际皮肤科学研究，当皮肤屏障功能下降20%，外观年龄会增加3到5岁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经过大规模临床观察得出的结论。那么，屏障为什么会受损呢？原因很多，过度清洁、使用刺激性产品、环境污染、紫外线伤害、年龄增长、荷尔蒙变化，这些都会削弱皮肤的屏障功能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更年期前后雌激素的下降会让皮肤的脂质合成能力大幅减少，屏障功能会快速衰退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觉突然之间皮肤就不行了。不是突然，而是屏障已经累积了很多年的损伤，现在终于崩溃了。但好消息是，皮肤屏障是可以修复的，关键在于发酵物质。当某些有益的微生物发酵乳制品时，它们会产生一系列对皮肤非常有益的小分子物质。这些物质可以渗透进角质层，
帮助修复受损的细胞，兼脂质，重建皮肤的防御系统。优格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，它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发酵代谢产物，包括小分子胜肽、有机酸、维生素 B 群，这些成分能够温和地代谢老废角质，同时不会破坏屏障结构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能够调节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生态系统，让有益菌增加，有害菌减少。这就是为什么优格可以成为修复皮肤屏障的强大工具。发酵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过程，自几千年来，我们的祖先就懂得利用发酵来保存食物，提升营养价值。豆腐乳、酱油、泡菜、优格，这些都是发酵的产物。但很少人知道，发酵不只对吃的有好处，对皮肤也有惊人的效果。当乳酸菌在牛奶中繁殖时，它们会分泌各种酵素，这些酵素会把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的胜肽和氨基酸。这个过程非常重要，因为皮肤只能吸收小分子物质。如果直接把牛奶抹在脸上，那些大分子蛋白质根本进不去。但经过发酵后，这些营养素就变成皮肤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。这些小分子胜肽是青春讯号的传递者，它们能够刺激纤维母细胞活化，促进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。简单说，就是告诉你的皮肤该醒过来工作了，该年轻起来了。除了胜肽，发酵过程还会产生大量的乳酸。乳酸是一种温和的果酸，它的 pH 值和我们皮肤表面的酸性保护膜非常接近。它可以轻柔地溶解角质细胞之间的连结，让老废角质自然脱落，同时不会伤害到健康的细胞。这就是为什么用优格敷脸后，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致的原因。更重要的是，优格中的益生菌能够平衡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生态。我们的皮肤表面其实驻足上亿个微生物，它们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。当这个生态系统平衡时，有益菌会占据优势，它们会分泌抗菌物质，抑制有害菌的生长，同时还会产生保湿因子，帮助皮肤锁水。但当屏障受损、环境改变、过度清洁，这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衡，有害菌开始繁殖，引发发炎、痘痘、过敏。优格中的益生菌可以帮助恢复这个平衡。现在我要分享3个经过医学验证、真正有效的优格面膜配方。这些不是我随便想出来的，而是基于皮肤科学原理，经过多位患者实际使用后证实有效的方法。配方1：酪梨优格面膜，深层保湿，屏障修复。想象一个台中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连洒进厨房，一位50多岁的女性站在琉璃台前，手里拿着半颗成熟的酪梨，她用汤匙轻轻挖出绿色的果肉，放进木碗里，慢慢地压成细致的泥状。这就是张女士，还记得我前面提到的那位病人吗？这是她现在每周的保养仪式。让我告诉你这个配方的细节。材料：半颗成熟酪梨，一定要熟透，用手指轻压会微微凹陷的那种。2汤匙无糖优格，常温，不要用冰的。3滴初榨橄榄油。制作方法：首先把酪梨压成细致的泥状，不要留下任何颗粒，因为粗糙的颗粒会刺激皮肤。你可以用叉子或汤匙慢慢压，直到它变得像奶油一样滑顺。然后加入2汤匙无糖优格，记住一定要选无糖的。含糖的优格会在皮肤表面发酵，产生不必要的刺激。将优格和酪梨泥混合均匀，直到颜色变成淡绿色的乳霜状。最后滴入3滴初榨橄榄油，不要多，3滴就够了。太多会让面膜过于油腻，难以清洗。轻轻搅拌，直到所有材料完全融合。这时候
你会闻到一股清新的香气，混合着酪梨的清香和优格的微酸。使用方法：洗净脸部，用毛巾轻轻按前，不要用力擦，轻拍就好。用干净的细胶刷或手指将面膜均匀涂抹在脸上，避开眼睛周围和嘴唇，厚度大约是1元硬币的厚度，不要太薄，也不要太厚。静置15分钟。这段时间，你可以躺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播放一些轻柔的音乐，让自己完全放松。15分钟后，用温水轻轻冲洗，不要用太热的水，温的就好。洗的时候，用指腹以画圆的方式轻柔按摩，帮助面膜更好的清除。拍前后，你会立刻感受到差异，皮肤变得柔软、水润，好像喝饱了水一样。为什么？这个配方有效。酪梨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，特别是油酸和亚油酸。这些脂肪酸的分子结构和我们皮肤屏障中的脂质非常相似，所以能够被角质层轻易吸收，直接补充屏障所需的脂质。优格中的小分子胜肽则像钥匙一样，打开皮肤细胞的接收通道，让酪梨的营养更容易渗透进去。同时，乳酸会温和地去除老废角质，让新生的细胞更容易接收养分。橄榄油起到锁水的作用，它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，减少水分蒸发，同时也不会堵塞毛孔。张女士在使用这个配方1周后告诉我，林医师，我的脸不再像秋天的枯叶那样紧绷了，早上起床照镜子，皮肤摸起来柔软多了，连细纹看起来都淡了一些。重要提醒：不要使用金属汤匙、金属会和优格中的活性成分，产生微量的氧化反应，降低效果。使用木质或塑胶的餐具。这个面膜做好后，要立刻使用，不能保存。即使放在冰箱，酪梨也会在几小时内氧化变黑，失去活性。记住8字诀：现做现用，立刻丢弃。配方2：米水优格面膜，美白淡斑，均匀肤色。让我带你回到童年的记忆。我小时候住在嘉义，每天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厨房看外婆准备晚餐。外婆总是用一个大陶盆洗米，她的手在水里轻轻搓揉，白色的米水在盆里打出漩涡。阿妈，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？我问。第一次的水太脏，要倒掉，第二次的水才是宝贝。外婆笑着说，她会把第二次的米水倒进一个玻璃瓶里，放在窗台上静置。那时候我不懂，后来念了医学院，学了生化，我才明白外婆说的宝贝是什么。米水中含有丰富的肌醇、阿魏酸、植物鞘脂，这些成分能够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，减少黑色素的生成。更重要的是，米糠中的伽马谷维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中和自由基，防止色素沉着。现在让我教你如何用米水和优格做一个真正有效的美白面膜。材料：第2次的米水，洗米第2遍的水，2汤匙无糖优格，1小时面粉，中筋面粉即可。制作方法：取1杯白米，用清水冲洗1遍，把第1次的水倒掉。这次的水主要是洗掉灰尘和杂质。加入新的水，用手轻轻搓揉米粒30秒，然后将这一次的米水倒进干净的玻璃容器里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第2次米水。让米水静置30分钟，你会看到底部沉淀出一层白色的淀粉，上层是略带乳白色的青叶。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上层青叶。取3汤匙米水青叶，加入2汤匙无糖优格，再加入1小时面粉。面粉的作用是调整稠度，让面膜不会太稀，能够附着在脸上。搅拌均匀，直到呈现乳液般的质地。使用方法：
这个面膜只能在晚上使用，记住一定要在晚上，白天绝对不能用。为什么？因为米水中的某些成分在接触紫外线后会产生光敏反应，可能导致色素沉珠，所以必须在晚上使用，并且隔天早上要做好防晒。洗净脸部后，用化妆棉或手指将面膜均匀涂抹在脸上，特别是有斑点暗沉的部位，可以多涂一层，静置20分钟。这段时间建议你不要躺下，最好是坐着，避免面膜流到眼睛里。20分钟后，用温水洗净，你会感觉皮肤变得滑嫩，好像被温柔地擦拭过一样。效果与原理：米水中的维生素 B 群和矿物质能够促进皮肤新陈代谢，加速老废角质的更新。优格中的乳酸则协助这个过程温和地溶解角质细胞之间的连结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配方能够调节黑色素细胞的活性，它不是漂白你的皮肤，而是让你的皮肤回到原本应有的均匀肤色。很多人在使用4周后会发现脸上的细小斑点变淡了，整体肤色变得明亮均匀，这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而是循序渐进的改善。注意事项：米水一定要在当天使用完毕，放过夜的米水会滋生细菌，反而会伤害皮肤。如果你的皮肤特别敏感，第一次使用前可以先在手腕内测测试，等24小时没有红肿发痒，再用在脸上。使用这个面膜的期间，白天一定要做好防晒，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。配方3：蛋白优格面膜，紧致提拉，重建弹性。50岁以后，很多女性会发现皮肤不只是出现皱纹那么简单，更让人困扰的是，整个轮廓开始松弛下垂，脸颊不再饱满，下巴的线条变得模糊，法令纹越来越深。这是因为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逐渐流失，皮肤失去了原本的支撑结构，就像一栋建筑物，柱子开始腐朽，整个楼层就会往下塌。蛋白优格面膜无法阻止衰老，但它可以暂时改善这个问题，并且透过持续使用延缓松弛的速度。材料：1颗鸡蛋的蛋白，新鲜的，室温的；1汤匙无糖优格，半茶匙蜂蜜，可选。制作方法：将鸡蛋的蛋白和蛋黄分离，你只需要蛋白部分，确保容器里完全没有蛋黄，因为蛋黄的油脂会影响面膜的效果。用筷子或打蛋器轻轻搅拌蛋白，直到出现细致的泡沫，不需要打到硬性发泡，只要有绵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。加入1汤匙无糖优格和半茶匙蜂蜜，继续搅拌均匀。蜂蜜是可选的，它的作用是增加粘稠度，并提供额外的保湿效果。使用方法：这个面膜的使用方式比较特别。首先，确保你的脸是完全干净前皂的，不要在湿润的脸上使用这个面膜，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。用细胶刷或手指将面膜从下往上涂抹，注意方向，一定要逆足重力，也就是从下巴往额头的方向涂。这个动作本身就有提拉的效果。涂抹的时候，可以在法令纹、嘴角、眼尾这些容易松弛的部位多涂一层。敷上后，尽量保持面部放松，不要做太多表情。你会感觉到面膜逐渐紧缩，皮肤有一种被轻柔向上拉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的，这就是蛋白在收缩的信号。静置15分钟，注意不要超过15分钟，时间太长，蛋白会过度收缩，反而会让皮肤感到不适。15分钟后，用温水轻轻冲洗，洗的时候动作要轻柔，不要用力拉扯皮肤。为什么有效？蛋白中含有丰富的白蛋白，白蛋白是一种蛋白质。当它在皮肤表面前皂时，
会形成一层薄膜，产生物理性的紧缩效果。这个效果是即时的。敷完后，你会立刻感觉脸部轮廓提升了。当然，这个提升是暂时的，就像穿了塑身衣，脱下后身材还是会恢复原状，但重点不在于这个暂时的效果，而在于持续使用带来的长期改善。优格中的胜肽能够刺激纤维母细胞活化，纤维母细胞是负责生产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工厂，当它们被激活，就会开始加速生产，逐渐补充流失的结构蛋白。一位60岁的患者跟我说，林医师用了3个月后，我女儿说，我看起来气色好多了。她还问我是不是偷偷去打了什么针，我告诉她就是用蛋白和优格。她还不相信。重要提醒，有些人对蛋白过敏，如果你知道自己对鸡蛋过敏，绝对不要使用这个面膜，即使你不确定。第一次使用前也要做过敏测试，在耳后或下巴边缘涂1点，等24小时，没有红肿发痒才能用在整张脸上。这个面膜1周最多使用2次，过度使用会让皮肤变得紧绷，反而不好。使用后一定要做好保湿，因为蛋白有收敛效果，可能会让皮肤感觉有点乾。敷完后记得涂抹保湿乳液。4周循环计划，第1周修复周，酪梨优格面膜，1周使用2次，周2和周6晚上，重点是打地基，补充流失的脂质，屏障功能逐渐恢复。第2周提亮周，米水优格面膜，1周2次，周2和周6晚上只能晚上用，隔天早上做好防晒，老废角质逐渐代谢，肤色开始变得均匀。第3周紧致周，蛋白优格面膜，1周2次，明显感受脸部轮廓改善，法令纹变浅，脸颊线条更清晰。第4周休息周，什么都不要敷，皮肤需要时间自我调节、整合、改变，重新建立平衡，只需做好基础清洁和保湿。4周后重新开始循环，至少3个循环，共12周。因为皮肤完整更新周期约28天，但深层改变需要3个周期才能稳定。常见错误与警告：错误1，每天使用。每天使用会过度刺激皮肤，变得敏感，屏障反而更容易受损，适度才是关键。错误2，做好放冰箱保存，绝对不行。这些面膜没有防腐剂，即使放冰箱，细菌也会在几小时内大量繁殖，现做现用，立刻丢弃。错误3，忽略过敏测试。第一次使用任何新配方前，一定要在耳后或手腕内侧做测试，等24小时确认没问题才能用在脸上。错误4，期待立即见效。这不是医美，真正的保养是循序渐进的过程。给自己至少12周时间，每周拍1张照片，记录变化。3个月后对比第1张照片，差异是惊人的。最后的叮咛：保养就像照顾花园，需要规律的、适度的、持续的照顾。皮肤不需要每天10种8种保养品，它需要的是你规律地、耐心地、温柔地对待它。给它时间休息，给它适度养分，给它足够耐心，它会回报你的。28天后，当你再次站在镜子前，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自己，就像春雨后的兰花，原本前枯的花瓣重新舒展，绽放出温润的光泽。你的皮肤会变得柔软、光滑，充满生命力，细小皱纹会变淡，肤色会变得均匀明亮，脸部轮廓会更清晰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找回那个自信的自己，那个不再害怕照镜子，愿意站在前排拍照，
看到镜中倒影会微笑的自己。我从30多年见证过无数次转变，那些愿意花时间了解自己皮肤、耐心实践这些方法的女性，她们找回了自己的光彩。年轻的肌肤不是特权，而是对自己承诺和坚持的奖赏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周在固定的日子对着镜子拍一张素颜照，不需要化妆，不需要滤镜，就是最真实的你。3个月后，当你对比第一张和最后一张照片，你会看到明显的改变，你会感谢今天愿意开始的自己。如果这支影片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女性亲友，因为真正的幸福不是自己一个人变美，而是能够和身边的人一起找回自信，一起优雅的老去。美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，每个年龄都有属于自己的美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正确的方法让这份美得以延续。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下喜欢，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方法，用天然的材料，用温柔的态度，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，因为你值得。